2樓嘅單位咧，就出現一個牆身滲漏水嘅情況。今日咧分享一下呢個業主揾我哋嚟做啲乜嘢。3樓嘅位置進行對應嘅檢查。我係第三方，我哋公平嘅，你放心。總之我哋依家咧就去樓上就進行一個你間屋嘅管道，因為你間管道咧佢冇啲水閘啊，一條過㗎。咁咧我哋就喺中間位。然後轉頭會開翻水再泄氣。尋日咧已經進行咗一個色水嘅檢測同埋一個水標嘅監測，水標係有轉動嘅。今日過緊嚟做緊啲乜嘢咧？我哋帶咗個真立泵過嚟，獨立對佢哋嘅凍水同熱水進行呢個水壓檢測，咁就發現喺熱水管入邊會有些少嘅喐動。而現在唯一能夠肯定嘅，多處嘅五金件出現漏水，本身已經損壞。其次就係熱水管道暗管方面，佢不出呢半個鐘都已經會掉最少2公斤嘅水壓。依家確認咗熱水管漏水嘅位置。